而家要訪問下小波子，有咩？小波子哥哥，你有咩夢想啊？100萬訂閱啦，係啊，開心嘅。100萬 YouTuber， 見唔到工嘅我啲哥哥咧，有咩夢想咧？我夢想就我暫時啦，呢排做緊個系列就，我啱啱咧就揸頭文字 D。哦，我見到。其實係香港冇人拍。正喎。咁我其實嗰部車係借啊定係？係借，因為佢日本而家租唔到啊，所以就好難係咪？係啊，好難，即係佢啲人唔供俾其他人。咁我係傾咗個 sponsor 就做呢件事咯。咁我嚟緊想制霸晒，即係去晒咁多個頭文字 D 嘅賽道。你夢想就係係啊，我而家去咗2條賽道，好似打機咁樣。你拓海二代。係啊，可能去翻嗰個賽道就揸翻嗰架車去咁樣咯。但你自己本身會唔會玩 Q 二嗰啲㗎？我有㗎。即係真係識㗎我而家揸部車我都係攞嚟 Q 二㗎。有機會試下坐下你車。係可以。等你丟我一轉。crossover 一下，我哋傾下。係啊。香港有啲片場啊，有啲場地。有 Q 二嘅咩？有啊，即係有啲地方可以。係係啊，大開眼界啊！呢個又係其中一個夢想，就係我都想喺香港拍一啲推廣賽車或者改裝嘅，因為香港呢個文化就俾人壓得好少啲，比起日本啊，冇咩地方。係啦，好嘢，好嘢。我以前部車就係開 Q 二可以。正啊！